好多求診嘅病人都會問：老花其實可唔可以逆轉㗎？你好啊，我係眼科專科醫生湯文傑醫生。呢個問題係好多人都會關心嘅，特別係一啲朋友開始出現老花呢個症狀，都會希望我哋嘅視力咧可以恢復翻好似以前一樣咁清晰。你可以先了解咧，老花咧其實一個隨住年紀咧會出現自然退化啦。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眼睛入邊咧負責對焦嘅結構啦，俗稱係個睫狀肌肉啦，同埋個晶體慢慢失去咗彈性，就好似一個橡筋咁樣啦，用咗好耐，彈性就會隨住時間咧慢慢減弱㗎啦。當對焦能力下降嘅時候咧，睇近嘢咧自自然然咧都會變得困難啲。基於呢個原因咧，目前咧並冇方法啦可以令我哋嘅老花啦完全恢復翻我哋後生時候原本嘅狀態。但呢個唔代表視力係冇辦法改善嘅。第一個係我哋用視力嘅輔助嘅方式，例如我哋用一個閱讀眼鏡啦，就可以幫我哋咧睇近嘢咧就更加清晰㗎啦。咁呢種方式咧，其實主要係我嚟補足翻我哋嘅對焦能力嘅慢慢隨住時間退化嘅症狀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講緊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習慣嘅調整，例如我哋增加室內嘅光線啦，減少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啦，適當嘅休息啦，都可以有助咧減輕我哋眼睛嘅肌肉嘅不適嘅。所以你可以理解為咧，老花咧其實係唔可以逆轉，但我哋可以透過咧唔同嘅方式咧去改善我哋嘅視覺嘅體驗嘅。重點唔係完全恢復，而係令日常嘅生活清晰，同埋得到舒適。如果你哋發現咧睇近嘢開始有困難啦，可以考慮了解翻適合自己嘅處理方法。咁今集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先啦，下一集再見啦，拜拜。